那天你想了很久，如果神给我那串数字的话，我的人生将告别下列事件：北漂、下工地、搬砖、二流子、送快递、社畜。很难吗？不，这一切仅仅就需要6个数字。Wake up， 醒醒！是的，是一场梦。梦醒了，平凡的日子还要继续，但不妨碍我们做得好一些。